Hello， 姐姐你好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叫咩名？我叫跳蘭爹哋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今年37歲啊，37歲，係咪？你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，結咗婚。哦，咁你有冇仔女？有冇小朋友？有啊，有兩個仔啊，有兩個仔。咁你個仔幾多歲啊？第一嗰啲17歲，第二8歲。哦，17歲同8歲，兩個都係仔嚟㗎。係啊。哦，好好好，咁你嚟香港做嘢，邊個幫你照顧佢哋啊？我媽媽同我爸爸。哦，你爸爸媽媽。哦，咁你老公呢？有冇做嘢啊？有啊。喺香港喺印尼做乜嘢工啊？你老公？做鋼田啊。耕田。OK， 明白。好啊，姐姐，咁我知咧，你之前喺香港做過啦。你喺香港以前係做咩工啊？可唔可以講嚟聽下？我之前做係旺角4年，同入幾年係荃灣。哦，喺旺角做咗4年，同埋荃灣做咗1年幾，係咪？係。哦，咁你嗰陣時係照顧老人家公公，亦係婆婆啊？我照顧婆婆啊。照顧婆婆。喺荃灣係照顧婆婆，係咪婆婆係嗰啲中風啊，行唔到路嘅嗰啲行動唔方便嗰啲婆婆嚟㗎？係啊，佢行唔到啊。行唔到，咁你要幫佢做啲咩咧？每一日大概要做啲咩幫佢咧？幫佢睇住佢沖涼啊，佢自己唔要幫手啊。哦，佢唔要啊，但係你要睇住佢沖涼咁樣就去幫，可能需要幫下佢咁樣，係咪？OK， 咁你之前再上一份喺旺角做咗4年嗰個老闆屋企咧，你係咪都係照顧婆婆啊？係啊。哦，嗰個婆婆係咩情況啊？好似都係自己唔可以自己唔可以喐嘅，可以要你幫手嘅，係咪？佢自己識行到，但係佢叫幫手沖涼、換尿片嗰啲。哦，要換尿片嘅，嗰個就要換尿片嘅。係。OK， 明白。咁你夜晚嗰陣時，婆婆有冇需要你？可能有時你知啦，半夜可能老人家要去廁所啊，你使唔使起身去照顧佢哋㗎？有啊。都有嘅。係啊。OK， 明白。好啊，咁你有經驗啦，照顧老人家啦。咁你如果而家再嚟香港咧，假設有工咧，係照顧老人家婆婆啊，或者公公啊嗰啲，你係咪都可以啊？可以啊。都可以嘅。好啊。咁如果照顧老人家，你知啦，可能都要陪間中，可能都要陪老人家去醫院覆診啊嗰啲，你係咪以前都做過㗎？係啊。好。咁嗱，去街市買餸啦、煮飯啊嗰啲，你係咪都 OK 啊？OK 啊，好啊。好，咁姐姐，我都想知道咧，如果你再翻嚟香港做嘢咧，你今次準備做幾耐啊？做幾多年啊？做5年幾啊？做5年。再翻嚟啊！如果再嚟香港，之前做咗5年幾啦，而家咧？係咪啊？而家做幾耐啊？如果再翻嚟，下月係2年啦，咁你係想做耐啲啊？一係淨係翻嚟做2年咧？做7月係咪啊？做7月, maksudnya Mbak, kamu kalau balik lagi Hong Kong mau berapa lama kerja di Hong Kong? 我試下先2年，陣間要個 OK。即係做咗2年合約先，完咗約先。咁如果做得好，即係大家雙方 OK， 你可以再做，係咪？係可以再 renew 啊咁樣。哦，明白。好，咁嗱，星期日咧，你係一定要放星期日放假啊？一係有時可能冇放假，老闆俾錢你都可以㗎。可以啊。都可以嘅，即係唔放假，老闆俾錢你都可以嘅，係咪？係。OK， 明白。好啊。咁我同老闆傾下啦。咁如果有合適嘅工咧，咁我就通知你啦，好冇？唔該晒你，唔該晒。好啊，拜拜。